一小下，一会儿就会很舒服的。我跟你说，闪闪079可是我们全马场最优质的公马，交给你了。他来了，走，我们先跟他熟悉熟悉。看来你有点迫不及待呀。 那互相熟悉了吗？听说过催眠疗法吗？不太了解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通过催眠师的语言和特殊的方式，将你引导至潜意识开放的状态，并且植入新的潜意识，帮助你改变行为习惯，解决你的心理问题。有兴趣尝试一下吗？我害怕。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让你后悔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抬起头来，不要害羞。听话。闪闪，闻，好，真乖，真乖，真乖。相信我，把你自己完完整整的交给我，好吗？哦，闪闪加油，很棒！闪闪加油，真棒！啊 So hot。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，那个时候他说他会爱我一辈子，所以我就把我献给他了。我们因为相爱而结合结婚，我觉得是因为跟一个女孩的去世有关。她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但是因为她已经走了，我想让她的灵魂安息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问过我老公，但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儿。你是觉得